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学吧》。民族今日又要来做料理了，你们有跟着做吗？其实呢，客家人啊，同埋就是去干不家有种嘛个菜啊，嘛东西就是会留给编发很多料理美哈。今天呢，我们做这个乌龟板，我就跟你要讲乌板，也有可能我今天要做比较简单的，就是就乌龟卡芋头签的部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哦。这个虾皮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客家话哦，就是哈比，哈比。我要放下去了，爆香喽！我们今天呢选好了最棒的芋头，那这个大家最爱吃的这个芋头板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就是叫做乌板，乌板要学会哦。好，我现在来把它先跟面混和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差不多跟面粉和差不多，待会我就要下去蒸喽。你会发现自己做芋头板，料多实在。最刚好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讲的一句话，就是七嘎粥乌板料都懂食材。好，我待会要做给我试吃员，当然要放最多好的料喽。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蒸箱里面去，蒸一下下，待会就 OK 喽。到底今天做的这个芋头签有没有成功呢？我们请我们试吃员来品尝看看，好吃吗？非常好吃。真的吗？其实啊，就是芋头板，它是客家的算经典名菜。我们今天为了节省时间，把它做的是签状的。但是芋头板的客家话，我教你们讲好不好？就是叫做乌板。乌板。对，你们是客家人吗？我是客家人。你是客家人，难怪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手做这个芋头板成功了耶！以前都以为只有阿婆会做而已，今天我们也把它学会喽。当然喽，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芋头板，乌板，乌板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虾皮，哈比，哈比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自己做芋头板，料多实在。七嘎做乌板，料都懂食材。七嘎做乌板，料都懂食材。自己做的东西啊，真的就是你想加多少料就放多少，所以动手做料理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